不许我参加偏的会，为逼我结发老婆长，我手手可上心思康。我比千金难长。去啊！不告诉侬。我跟玲玲。妈妈，侬快把眼睛闭起来。眼睛闭起来做啥？我你送给侬一样礼物。礼物？妈妈，快点呀！好好好。不许偷看。好。妈妈，用菜。是鲜花。对。玲玲，侬看呀，都美个红花啊！爸爸讲，侬最欢喜红花，今朝是侬的生日，也特地带我趁早子从江外去采来的。真是吗？是啊，现在城里的花店都被红卫兵小姐砸光了，这能大的沈阳城要找这个一点鲜花，还真不容易。真是太谢谢你们了，玲玲。伊拉会打伊呢。哦，妈妈，这阿婆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啊？这阿婆是最好的好人。那伊拉为啥要斗伊打伊呢？伊拉不听毛主席的话。对，毛主席说要文斗，不要武斗。是这样。这份材料，侬怎能想？少非怕会让侬通过吗？仔细，李飞的没有结发走路山，反而为他把话讲，
啥事这样交上去，他们跟着你跑啊！我本来娘上家在了，人看同志受冤枉。他们我是霸王派，胸中富贵心太大。周部长是你老领导，同志多年志断肠，错误缺点总难免，分析批判领导讲，假使都是他们可，就得他的少人难。伊拉要么不是这个意思，那伊拉要啥？伊拉让我把周部长当着老德户大叛徒，为国不化的走资派，反革命三政之年分子来揭发，来折磨。真的，我你能够的能做吗？我你们能讲过好，讲假话，来欺骗组织，欺骗同志，欺骗自家。这个2年的运动，我就像觉得了我英雄一样，确实喝了不少的水，是应该冷静下来总结一下。错了，应当改正；可是对的，我还是应当坚持的。侬这个人啊！侬这个人啊，妈妈讲的就是比侬对嘛。小姑娘，侬懂啥？我不懂，妈妈老早就讲我了。侬看，我你玲玲真的是个好孩子。我要好了，老娘跑。子欣，侬真的回来了？淑芳，我昨日刚刚回来，进来坐啊。来呀。少阿姨，请坐。好孩子，弟弟呢？等侬留了北京阿姨那里没回来。好。淑芳，他坐啊。哎，淑芳，1个月不见，真香啊！子欣啊。今朝的片头会拍得太不像话了，伊拉又到屋头了，是不是？搞得很厉害，真是太可悲了。革命委员会都已经建立了，伊拉为什么能乱搞？究竟想做啥？真叫人想不通。子欣啊，辣辣会上倪家伙几次提了侬的名，说侬保周瑜跟周瑜是一丘之貉，看样子他们是不会放你过问的。啥人叫上子欣？是我。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！做啥？告诉侬，我叫王卫东，是李司令让我拿侬结婚材料，交给我吧。材料我还没想好呢。啥？一年也有24个小时，地球都转了一圈，侬还想不出一份材料来？那侬讲哪能办呢？这能吧？想好多少就讲多少吧。快快快快快！快点快点快点！啊？周瑜是有点新问题啊！告诉侬，侬们要再多骗了。现在是2人3红一片红，东风起耍到西风，你休得周瑜往回想，反过一节看你侬，劝你重新再裁判，这社会也无用。告诉侬，放老实点啊！现在人与人的关系搞得这能紧张，不论男女老少，只要观点不同，见了面就像一只好斗的公鸡，真是不可理解。子欣啊，我要回去了，侬自家留心点。侬吃了饭再去吧，我们再好好的谈谈。改天再来，志春回了屋里等我烧夜饭呢。老苏已经回来了。马上告诉侬了。哪能？志春从舞台调到公检法制组来了。哎呀，那太好了，那我们改日再谈吧。再见，再见。有人吗？里向有人吗？哎呀，快救救人啊！哎呀，侬这个是……这个是逃犯派让我穿上被斗了，请我也害怕。侬有啥个话快讲吧。周部长，哪能？周瑜一慌
到了外面呀。进来坐吧。侬让伊等下子里歇一歇吧。侬，伊是我的老领导，我你很熟悉，侬放心吧。那也好。叶小婷，叶小婷，周部长，周部长，知心同志，是侬是我。叶小婷呢？哦，叶小平先回去了，侬觉得哪能？好多了。啊，谢谢侬。我回去了。哎呀，侬现在不能走啊！我不能离开侬。生生不怕影子强，让伊拉去讲吧。周部长，我真不明白，伊拉到底为了啥要得能搞侬呢？说来话长，能告诉我吗？我已是个孤老太婆了，他们留帮我日家已经不多了。侬不要得能说呀。我明白，他们是不会放过我的。子欣，看来有些事只能对侬讲了。究竟哪能一回事啊？你家父他们硬说我是刘少奇司令部的黑官长，其实他们很清楚，我只不过在40年前在少奇同志实际领导下工作了一段时间。这个有啥呢？当然，这个是表面文章，实则是为了钢琴。为了钢琴，所以我你两人上那个通天大臣的原心，才会对我特别感兴趣啊。原来是得能一回事。30年来我在上海，在工作中认识了钢琴，他这一段历史我清楚，是非却在我心里明。后来组织来了解呀，我一人事实相当作反应，才知道文化革命传末期，有心得然门此定，只为莫过太蹊跷，旁靠这节陆贞人。
侬还想包庇，真是不到王府信不信？啊，同志们，大家看到了没有？拿出去！拿出去！我老家不让出去！走！走！不是侬无德，那看见啥人无德了？谁是侬？我这个叫分工部位。是谁？周部长。我没有了，周部长。不要你。要相信我们伟大的相信我们的我的天，攻击发起，攻击法已经都找来了。难道小弟能够放我天吗？像周玉田那个老干部、老党员都可以随便被人打伤，这个啥地方还有王法？是啊，这个件事这样了，你们攻击法一句，就看你们哪能行动了。旧攻击法虽然出来了，可是我相信新建立的无产阶级斗争，在新生的革命委员领导下，一定会严肃处理这个事体的。你像我这种人，你们敢胖吗？侬不是讲你原先拿社会机关一个还有移动错误的汽车司机吗？现在今天三比，人家是响当当的造反派头头，新党员、新干部，辣辣原先首长面前红得发紫。新同志支持伊上反，支持伊上清台，可不支持伊去打杀老干部啊！好，子清，我人生的谈论侬写的那份材料，快说，老苏，侬觉得哪能？写得很好，很详细。就是缺后台那几句话，我看还是暂时不要提。既然有后台可追，那为啥不要提呢？讲你家父有人指示，现在还没充分的证据，何必得那么擦亮？我看还是难以改了吧。来，子清，说吧。好吧，暂时不提，一家可以的，那就请侬帮我回答伊吧。好，侬放心，明朝我就叫钟会做送上去。真想不到周部长死得的能处。是啊，跟你起身，经历了多少艰难困苦，没像你丈夫那样，死在两军带来的枪林弹雨之中，却带着浑身的伤痕，满腹的冤屈，到了自家同事的面前。这件事的确十分使人痛心。子兴啊，侬对周女的感情，我是完全能理解。可是侬自家的事情更要小心啊！这场斗争很复杂，辽宁营是
擦亮根须体然行，自在千里也有神。一日为须多人称。老叔，我身上欠缺你很多，希望侬得收帮两个人，今后对我多多的帮助。你想我同心嘛？哦，你家父的个人。家父同志，有事吗？我是无事不登三宝的呀，有心首长要接见侬。首长要接见侬？伊特地派了车子叫我接东西，你就一听儿子。是不是关于16岁红卫兵王卫东为刘少奇犯案的事？我说，首长讲这个是已经为炮弹参加的司令部的他。子信，叔好。此地吗？我是有事才登三宝地的。侬晓得此地是啥个地方吗？此地是公检法军管所头头的窝地。那侬不要忘记自家的处境。侬应当坚持自家的行为。侬来做啥？我为我来帮。我来为备案。我来为审讯。好，那就等着看。走。叔伯。我可以今朝是来者不善，这种人只有靠虚张声势过日脚。不要去谈伊了，子欣，我人谈我意了。这个一次侬到北京、天津兜了一圈，那边的形势哪能啊？有许多事实大大超过了我人的想象。哦，叔伯，侬是我多年的支部老领导了，我有许多蒙在心里的想法，真想找侬谈谈。现在还有啥个支部领导都脱开党为闹革命了？侬有啥想法？我你作为朋友谈谈嘛。叔伯，周部长的心虽然对我震动很大，可是我一想到那些重大的问题，就更可怕、更难理解了。女子记东北大地梦里来，看今今恰也是本公务为最有恨。难道是中华儿女好真的有多少是比难的云人路比公布2月兵比征在了，芙蓉玉盘落洛阳相见照片盘。比查出2月日流正老水，说什么不许有怕闹翻案。天安门广场大片大字报，像这种人话意思。想一想，刘少奇的问题在哪里？大约就像他提升到重要的岗位上，为什么又要矛头向下来请示？更有人是否参加及司令部？想把历史篡改乾坤来打走，领表一军叫我时候记心神，我总觉得他们念念不忘为龙泉。那家境面目不清实昨天，真良想分个听从他走的。书房啊，每当我身负百万
为他，国家兴亡，偏不由人。而我呢是一个共产党员，难道眼睁睁看着我呢伟大的党被这个一些人搞得这个样子，侬就不心痛吗？我真感到惭愧。我理解侬的心情。我并不是想搞啥个跑档，我这个一些想法，辣辣屋里向跟真正都没谈起过。这是前几天，部里的老上级王处长来帮助料理周部长后事的辰光，我倒跟伊谈到过林彪的钢琴的事体。最近王处长派刘伟清做队长，事情不妙啊！伊不是已经宣布解放了吗？实际上反的就这种年代，真是搞得人人受惠。苏芳，这个一本中国电影发展史我已经看完了，还给侬吧。师兄啊，记得这本书里也曾经提到过钢琴在那30年代帮电影明星的事。是啊，我真不明白，但是30年代搞过文艺的，不是半途谁是特务，只有一来宾，到底归正确，谁根？哼，天晓得。苏芳，辰光不早了，我要回去了。志兴啊，侬自家要保重啊。我走了。都回来了，再见。苏芳，糟了！方才雨欣同志找我去，就是为了张志新的事。张志新的事。昨天你们部里那个姓王的处长，为了显示自家向武参加级司令部表忠心，把张志新拟任钢琴领标事向青代小组做了交代。加上一位周女的是曹玉人，雨欣同志大为恼怒。讲东北地区大的选取得胜利以后，我们公开这个已经不多了。像张志新的人把矛头直接指向武参加级司令部已经反革命，一定要整起来，承认莫过秋臭来，而且要我们攻击法烈恶吹动。这个气得老搞。侬晓得的啥？周越的事，雨欣同志已经做了结论。周越是跑党武参加级司令部已经反革命，伊的罪行十分严重，身体不好，还不遗余力与造反派对了干。革命群众参与对武参加级司令部感情拥守旁类气象，这个是完全可以谅解。今后啥人再要为周越的事草舆论，这个就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。天呀，这个到底是哪能一回事啊？哎呀，这本啥掉来了？是我讲法子新看法好，伊拿来回我的。嘿，雨欣同志真的下令攻击把周越这个类似，要是张志新讲出来，那不是太被动了吗？志新做事是不会欺负人的。志成啊，我也总要想想办法帮帮志新的忙啊。既然是啥人也顾不了啥人了，我你同张志新要。我请家前头来往，分到样表面前里，方结法是莫犹豫，争取自动须转身。不可要把王处长，我人100把儿子，男的斗争几手女，包皮炮当手比赛。方才未称好同志，怎能反理比官的？既然是他受真恶，应该当破旧人命。他已经落进修头上，你这种人设太危险。说话，我身为攻击法人员，张志新的儿子首长直接交给我了呗，难道我能顺事情上手立场啊？侬是我妻子，侬为了一个朋友，难道叫我犯错误跪跟头吗？真是太可怕了！侬还是太天真了。这一次反而，
首长对我见而忘。一旦靠你在面里，相信你定然能理解生命大义破事理，只有人让红心走，才能适应不归。你们为什么会逮捕他？现在是搞革命群众批斗，要是以低头认罪、坦白交代，那样不至于。你本事。启动那份材料，一同烧他。向上面做了汇报，这个有啥呢？风气如此，对侬来讲，既有防身的必要，也是符合我们的组织原则的。我晓得侬会恨我，是王市长先做了交代。那天倪家红又看到侬到屋里来过，他们盘问我，我也是没办法，只好讲了一点。说吧，我照侬谈心，照王市长谈心。这个仅仅是我思想上向一部分的看法。前几天，伊拉叫我做彻底的坦白，我就干脆主动打头子，把我自家的思想观点统统亮了出来。侬，我认为，一个共产党员在自家组织面前隐瞒自家的观点是可耻的。哎，侬就是这能单纯。现在我真的后悔，当初不应该把那本中国电影发展史借给侬看。
我对汤青的看法是来自这个一场文化革命的斗争实践，并不是受侬这本书的影响。素芳，侬放心，我不会提议讲侬这本书的事体的。子欣，侬真好，侬当初写书给我，完全是无意的，我哪能可以加以利用，拿侬也牵进去呢？我们不晓得侬的为人。子欣啊，听子春讲，侬的问题只要交代得好，改变观点就不会让我改变观点。子欣，侬听我讲。一个共产党员，谁不能坚持自家的思想观点吗？他们会逮捕侬。这个问题我考虑过的，伊拉是会得能做的。子欣啊，侬不为自家考虑，也该为侬的真正引领共同，侬的父母，侬的一家人想想啊。苏芳，侬得能关心我，我很感激。侬心里也很痛苦吧？今朝是老师叫侬来的，我想看在我们多年的朋友份上，趁今朝难得的机会，也劝你几句。侬讲吧。玲玲，爸爸呢？不晓得到啥地方去了。侬哪能刚刚才回来？关夜学了。妈，刚才才回来。那我何人进呢？伊拉，侬都同我吵了。妈，侬看，衣裳都撕破了，侬。气汹汹来。
高兴。侬骗我，妈妈没骗侬，妈妈是高兴啊。啊，玲玲，侬去把妈妈的提琴拿来，妈妈拉一只曲子拨侬听听，好吗？好，太好了，好多日脚没听我拉过提琴了。我到会场里去寻侬了。是多少姑娘呀，离人一家人不出场收心。女儿在夜要受欺负，我也梦中难做人。这一场大雾从天降，不知你是否带上这大船？面雾重重做眼前，这少把几时能分清？知心啊，求你悔过快认错，苦海风波照人平。我就向他们去认了错吧。若是我也错不认错，我是大罪。恰要我领罪名，难道叫我去他娘？来在地下间，那他们凭啥个顶龙已经在这里？凭啥个等龙、踢龙、打龙啊？快告诉我，这个一切究竟是为了啥？侬讲我，侬开口啊！难道我跟你讲你就在那我领导了？早就这样在了。我跟我讲，妈妈要睡觉了。是的，侬夜里出去，少犯怕又要怀疑了。伊拉要怀疑，侬就是一屋头出门也没用啊！我陪爸爸去吧。玲玲，你要照顾好爸爸。放心吧。
们违反党纪国法，我们犯罪。好，侬违反了公安6条。哼，凭一个公安6条，就可以逮捕一个负罪的共产党员，而一个真正的杀人犯，却完全可以逍遥法外，在个子里充当公安英雄。是当公安啊，不，代替人犯罪的是好事体啊！快去，来，逮捕证。操！那臭老秋天喜欢搞文牍之年，一张小纸头有啥了不起？要看吗？明朝等侬开了几张来。真是太可悲了！不需要给你画手，快起来，来，试一下，画。看，没看。小张，手头不好记住了，算了。走。张子欣，大家许多事做上，我要何谁？好些，有人请侬上当药。该了，也可算是一种特殊的药药。死了一网，一样去打，打走。哎，走。我没忘记，我是共产党员。侬现在是犯人，哪是犯人？我没犯过罪，我不是犯人。那侬身上为啥也穿犯人的好衣呢？告诉侬，我是执行员，是告诉我上岗。对了，我都接着过来，进去。好。告诉他，小队长讲了。大家要严守规范，有事体先报告，不许交头只要议论一定，听见吗？哎，你叫啥个名字啊？哎，哪能会进来？侬犯啥个罪？我叫张子欣，我没犯罪，我不是犯人，我不是犯人，又来了一个没犯罪的犯人，奇怪。你所该的才会是没犯罪的犯人，我晓得是啥人发明的新生事法。我会懂。张子欣，小王，我对侬小年纪，哪能样？不许侬靠近我！侬辣辣此地3个人啊，侬是个有罪的犯人。侬讲我有罪，我有啥个罪呢？侬保周瑜出轨老婆，保周瑜才有罪。那我问侬，
那天你家父我把周瑜弄死，这个是不是有神呢？这个是一个复杂的问题。不过打一包是两个家姐两条路线打不得，很遗憾，我得侬大方向不一致。侬对我大方向不一致，那我们哪能又走到一起来了呢？这个完全是一场历史的误会。历史的误会。是啊，那一天课堂批判和修养，吵吵闹闹像个小菜场，天子把他真不休，我越听越觉心迷茫。我深深路上就把头，独独我我眼神光，无意下了三个字，是我名记了林上堂。第三个字啊，刘少奇，刘少奇有哪能的？啥人晓得？原来那张旧报纸上有印着两个好小字，刚巧就在刘少奇三个字下面。两个啥个字啊？万岁！他们说我真被动，飞得太风光，当中有送官桥打杀了了，靠在金杯上，法院判我3年，为什么判3年？好吧，否则人家又要讲我的老公拉拉叉叉了。不管哪能，我是一定要澄清的。我相信道路是曲折的，前途是光明的。光明？光明的啥地方？我还要让此地归8年呢，归8年。啊，侬是哪能进来的？我是为人间忙夫进工厂，开起又引到家上。我刚刚辛辛苦苦啊，喊出一句着了样，我连忙请头一步用他给我直播鲜血汤，推此大营发你真。这个年头，老干部当道，好干部倒霉，哪里会有我们老百姓讲理的地方啊？啊，侬，我用旧报纸标注下底的硬称，不小心拿毛主席的头像标上去了。一个跟我有仇怨的邻居去揭发，啥人晓得就判我10年徒刑。10年徒刑，我真讲。我为啥要用旧报纸去标注硬称呢？标硬称一向是用旧报纸，侬讲点啥？同志啊，现在大大小小的报纸，下面一张老没女的头像，都是各种各样的照片，啥个普通山的、英勇气手的，侬未必都来得及呀。侬哪来了？第三位同志，阿拉并没啥同志，你的头呢？国际纪念那天，侬不是穿了3月衣裳反斗的吗？是啊。我闭门深深不谋杀。默默领路到修大旁，从此梦的就相遇。
产阶级的牢房里，就没一个真正的犯人。有此地的执行员姚玉香，就是一个真正反革命罪犯。对，你推一个丈夫，那解放前代就前不下来搞破坏活动的总统头。然后5年此地，伊一头眼是你的名字起色的。我叫那么叫你的眼睛，偏要交头接，但知道真不孝。告诉你，此地除了张子清，其他人呢，统统给带进去。光跟你讲我，无非汪汪汪叫，真是更伤人事。龙飞无名，张子清，公体胜仗，马上要来行事了。滚！张子清，侬今朝刚转到此地，就不守监规，大头议论案情，煽动民情情绪。这个事体尽快汇报到我手里，要是调了别人，是要加刑的。那我要感激侬了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书房再三喊我劝劝侬。侬。书房讲，我辣此地很好，不必为我担心。侬不得能讲呢。我今朝这里来，只想侬传达手上的重要批示。是你被判徒刑成义，他可以宽大委委来改变。这要是人然我然表现好，生意也能变成成功哟，活在正天。倘若手掌心满呀，也许在什么小日子内，立即放你回家去。侬笑了，我但是为侬好，特地向首长争取来个机会啊。那先留给侬自家吧。侬不要弄错了对象，这个是对传媒的。侬不就是良心上的传犯，精神上的修道吗？你们这些人来讲，任何小事也是多余的。你们为了谋取自家的私利，可以造成无错地改变自家的政治信仰，随之改变一个共产党员的人生事业。要晓得，这才是无产阶级，无产阶级真正的天下。无产阶级战争是我们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生命果实。今朝侬来盗用你的名义，不觉得羞耻吗？杨医生，让请我打2铐，关小。是。不许我骂我。张子清最近辣监狱里向有啥个动态啊？不怎么想，天天看书写材料。哦，写点啥？写文化大革命号召论，写党中大批老干部是有人阴谋篡权，写首长盗用无产阶级斗争的名义，整个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。哼，
个女人能干外向，女暗不出，真厉害。喂，声音清楚吗？清楚。老首，社长来了吗？社长刚到，我让开冲走。好。今朝是哪里位社长来改身啊？小人，在我们辽宁省能有几个称得上社长啊？刘新同志。这个是机密，要你放心了。今朝是啥人当主审？啊，社长特地请了司法界的老干部陆斌来当主审啊。陆斌，不是早就打到放了5天官要改造吗？哎呀，小人啊，当到解放当到，还不都是根据当地斗争形势的需要？我真弄不懂，身配一个小小的张子清，说啥要变成兴师动众、大动归国的？小小一个张子清，始终聚集80人，上一次判他审刑，首长指责太有情，本想答应从此理，不料俺家起反应。请出陆兵影响大，老干部中他有威信，此经过他来判，所谓舆论容易评。罗威同志，请啊。罗威同志。今朝是从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次出赛，这次审讯，首长之事以侬为主审，值得重视啊！我在牛棚等了好几年，刚解放出来，大把女中人恐怕跟不上新的形势吧？要好好讲军官做同志的我的。哪里，侬是老法官，老前辈了嘛？哎，为的啥个老，我这个老兄啊，几次都差一点滚蛋喽。这次由首长唱要，我要顾首长的期望。哦，罗斌同志，开始工作吧。好，大张子清，走快点！取掉手铐。张子清，今天开庭审判，你有什么意见和要求？根据我的经验，对于你们一切要求和意见，等于白讲。张子清，现在你要回答我的提问，你的出身、年龄、习惯、素质，我当然材料就放在你们的面前，恐怕你们比我更清楚。侬不能拒绝审判员的提问。你再到被告地上去。那是办明来的地方。你不是犯人吗？我是共产党党员。张子清，我看了你写的材料，有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的了解。今天你开庭受审，希望你能理解党的政策，老老实实地把问题交代清楚。一个共产党员，对自家心目中的权威、政权机构戴上义勇反革命的帽子，在对敌人进行战争的浪浪里苦读岁月，在人民的法庭上厮杀受审。特别是发生在社会主义的中国，这一切都意味着啥？每个有自家头脑的人都想一想吧，你们也想一想。不要忘记，你是过谁？随便。
人们，大人发现已经是文运的过半，为天地运营，太阳中心真理的家力量，他们都有人马，这些靠要为人，他们都是人马。我许多抽到西方洋人苦人身上去。张子兴，你要正面回答实际的问题。你说你是共产党员，从许多材料看，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，你的抵触情绪越来越大，以至于思想反动成为现在。现在我问你，你对党、对毛子的、对毛泽东思想，究竟抱的什么态度？法官先生，在我回答侬的提问之前，请允许我回顾一点历史。在苦难深重的旧中国，我出生在一个贫困的知识分子家庭里，一家人过着饥饿交迫的日子。此前，在我脑海里，为了有许多悲惨的记忆。是共产党、毛主席强化了我们，是共产党、毛主席就无数个像我的人的家庭带来了幸福的生活。有
到革命路线上。机会，我宣布有错有余。张子欣，你要记着真理为大，你是有人心毛鬼胎，指的是啥人？司令表是家庭。我都攻击法庭这班人，我都攻击我们进来的旗手。什么法庭这班人？什么英勇旗手？他们是利用毛主席威信向上部和亚岁家英文家。侬这个人我都攻击到。领表的将亲。却不能代表我们的党，伊拉是一股追随我们党内的自从。你这样讲有什么根据？很清楚，他们在这场肆无忌惮的文化革命中，也系列肆无忌惮的表演，就可以看出他们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。他们搞红盖样煽动节奏，他们搞文攻武卫固执败军，他们搞亡你一切打倒一切，他们搞举举证明花球马力，他们搞不计民生生国领袖大的事情，难道这个一切你们都视而不见，充耳不闻吗？真是太被动了！被动了，正是他们那一伙，他们把魔杖剩下那里的机器人顶水弄的些改菜，证明了生活一天一天的相见。我们可爱的祖国在流血，可爱的生命在凋零。革命这个鬼心在手上，而你们如果有一点党心，有一点良心的话，难道眼睁睁看着我们伟大的祖国亲爱的党，身边那些魔鬼去糟蹋，身边那些魔鬼去开伤吗？去不了，侬只有低头认输，才是唯一的出路。龙叔之称，应当比别人更了解我张子欣。我却不会为自家的出路而哭，我是为祖国而哭，为母亲而哭，为那些革命工人而哭。侬会想为大大小小叛徒动政治把废吗？农民同志，侬会向前起头搞去？难道一个被告交代审判能够听吗？你的几十万字足够判决。那今天你们又为啥要我指定审判呢？张子欣，由我记录讲，讲我非议。现在几百蒙在鼓里的中国人民越来越看清楚了，斗争的现实告诉我们，人民、富农有啥个仇？邓小平同志又有啥个仇？庞德华、刘少奇又有啥个仇？庞德华早就定案，这个问题不是很清楚吗？请问，我那个马老总在庐山会议上向大党意见时，这个是党章上面完全允许的。他耿耿担心忧国忧民，他既然证明光明磊落，他犯了啥个法？他犯了啥个罪？再讲，刘少奇同志，长期以来是我们党三八区工作的领袖，解放以后又长期担任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。他功勋显赫，才能卓越，他坚决指领党的八大路线。刘少奇第一批材料早就报来，一个问题天生。那一批材料三顶帽子落的是能够令人信服吗？叛徒、内奸、工人，难道还不清楚吗？污蔑压上以来也很明显。彻底入我参加就法庭。
真是太嚣张了！法官先生，侬既然口称是无产阶级法庭，那为啥害怕我为一批最优秀的共产党员申诉呢？你看我死口！我作为一个资深员，同意张志新有权申诉。够了。每当我听到那些革命先烈蒙受无耻的美梦和付出的时候，每当我看到那些老一辈革命家遭到卑鄙的污言和打倒的时候，我那受伤的心灵也会颤抖，痛苦的泪水止不住的涌流。张子欣，我忘记下了手铐在等候，重新搭档跟我自由，你何必待人命运穷，自己苦做家下酒。你一家三口早已互相沏茶的，有多少亲友为你受苦，为你担忧？我一片诚心做忠告，走到前路难回头。做官为你打大钱，你是八字不懂的，马的子女为谁呀？花大人生，八的子女开个地，他是来做人的，自立自负的心呀，就心中最有多少好的子女，被我为是。现在我神龙西头，张志新同志，你没有责。停看，停看，给我撤掉罗宾的职务，开除他的党籍。这次张志新无期徒刑。鲁宾同志，
侬这个不懂事的孩子啊！2天了，侬跑到啥地方去？玲玲啊！可你2天凌晨把窑门进3前欺瞒我多情偏，一呀临近一副不义，是今是事多心我，儿子是鸟容易受欺凌，倘若你飞来万物找不着，我怎能对得起你生来越中受苦的好母亲？侬这个姑娘跑到啥地方去？玲玲啊！告诉爸爸，2天了，侬跑到啥地方去了？快讲啊！爸爸，侬先快下来，我去弄点药给侬吃。爸爸不吃药，侬这个孩子，侬要我爸爸急死了。爸爸，是女儿不好，让侬失去。玲玲啊，现在我你这个家，只有侬我弟弟，爸爸3个人。要是那2个人再有啥个好的，都叫爸爸哪能过下去？爸爸，侬不要讲了。那侬快告诉我，
这个2天侬究竟跑到啥地方去了？我到天津去看外公外婆了。到天津看外公外婆？侬啥地方来这能多个车停啊？侬是来说谎吧？爸爸，侬不要生气，女儿对不起侬，原谅侬。侬这个孩子，侬还好为了骗人啊！侬快讲，侬究竟跑到啥地方去了？我是到沈阳去的。侬到沈阳去做啥？我想妈妈，我要妈妈，我是去看妈妈。那侬为啥早点不讲？我都想得了，心里也难过。蕾蕾，爸爸对不起侬，爸爸冤枉侬了。爸爸。侬见到妈妈了。今
爸爸还不知道，但二个人又不肯把案情来告诉我。玲玲啊，侬到里面去烧一点姜汤，等外面雨小一点，早点去把弟弟领回来吧。好。他妈的，这个怪地方，你得好好叫个漏洞嘛！哦，真正同志，可把我也操口了。原来是老苏啊！那到此地，我你的你来看看侬，到此地插台龙好吗？好，好，官长组织上对我的关怀。哎，那女友回来了吗？刚刚回来啊。老郑啊，侬让一个姑娘东跑西跑，到监狱去闹，这个可不太好啊。老苏啊，我不知道这桩事体啊。侬不要说谎了，侬现在还是党员，影响多不好啊。老苏啊，我是真的不知道，我讲的可是真话。不管是真话是假话，反正这件事我都请侬担待下来了。好，孩子不懂事，那就多麻烦侬了。看侬气色不强，身体哪能了？啊？哎，这个月动了3次手术。哦，前2天刚从卫生院出来，差一点把命都送掉了。哎，特别讲，都要算到侬老婆张子欣的头上去。我生病哪能还好怪异呢？伊要不是反革命，侬就是反中，侬不是反中，哪能会到此地插台龙？不到此地插台龙，哪能会一个月开3次刀呢？我看侬对为是话不听假戏，恨不起来了。哦，那是要我很自信啊！不是我要侬恨伊，是一个问题越来越严重，而且都是一些绑阔菜材料。要是啥人传出去，啥人就是反革命。那么一个问题，我永远还不会知道了。侬应该相信领导，相信党嘛。老苏啊，难道侬对我还不了解？我一官子的能做吗？那好吧，我就老实告诉侬，张子欣已经判处无期徒刑了。无期徒刑啊！就是经过省政府州上级领导批准，侬就不要再怀疑了。什么？那不是一切都稳了吗？张子欣死稳了。他不必委屈赔偿。你判了无期徒刑，我还有啥个希望？有啊，离婚。离婚？我与他结婚10多年，安定
不能负娘亲。无义度引起无畏，孩子的前途更要紧。一朝飞马心太狠，我请大喜日根本。此时我还心在思忖。当机立断，不用等。他不能得等别人啊！这个是袁兴首相亲自批示，张之行获得公救参加级司令部，一个受影十分严重，态度很顽固，所以我也要从各方面把他彻底的鼓励起来。考虑到侬身体不太好，离婚事已经替侬想好了，只要在上面签个名，就没侬的事体了。老叔啊，我不能签这个名啊！那好吧，明天替你们谁加班我这班来解决问题。要谁加班好些办呀？还有侬的大姐，侬的工资，现在侬为大新出来呀，我这个才是为了你们全家好啊！张之行手打理把手领，这是他唯有机会能给你。当然保持工资也不少，恋爱的手续人，倘若他愿意来悔改，签名作废神空门，去吧，去吧。可是你妈妈一点也不心痛你们呐！我妈妈是心痛我们，好叔叔，求求侬为了让我爸爸和妈妈离婚。可是你妈妈有错不肯认，完全不低头，我有啥个办法呢？叔叔，我带我去见妈妈，我妈妈最心痛我也当然求妈妈认错。好，只要你妈妈肯低头认罪，问题好解决。不能自己为去见侬妈妈，快去准备一下啊！爸爸，我快见到妈妈了。啊，那霍组长，我妈妈最爱红红。
高兴了。侬爸爸来看侬了吗？不是每一次侪是伊来看侬的。上次给月通知伊，我高看了5年多的，有气有劲，病倒了。那今朝是啥人来看侬的？是我那14岁的弟弟。自从我妈妈去世之后，可怜的弟弟我爸爸，是我仅有的2个亲人了。小花，侬不要难过。每一次探监，侬总会有个亲人来看看侬。可是我进来了以后，不要讲见到一个亲人，侪是连伊拉的生死下落，想不清楚。紫心姐，都怪我不好，杀得侬也难过。小花，姐姐心里不难过。紫心姐，辣辣该老的新日节里，谁靠侬照顾我、帮助我？侬不要的能讲。侬教我读书，为了思考，原来空空荡荡脑子里，现在也装满了问题。是啊，所以大家侪讲，近来侬完全变了一个人了。这个时代一天一天的倒退，可是我觉得自家一下子长大了几10岁，觉得自家活了这个世界上像一粒尘土，有得之母都是好关系。小花，侬不要的能想，侬未来的生活道路会是很长很长的。紫心姐，我已经没勇气再给侬走下去。我所看到的、听到许许多多事情，真是越想越可怕。我生长在阳光灿烂的新中国，单身家庭乐融融，不知曾几月风浪，从来离场可惜了的风采那铃铛所谓子女要服从，家人早已被赶走，不会再有渣子痛，吹了响一片光明早辉明，可希望也得好像是神白色恐怖也成凶，大义刚家也容易，英勇只得在此情此景此梦里。是真是假为朦胧。紫心姐，这个到底是哪能一桩事啊？小王，是我们的党内追进了一批坏人，他们打着红旗，手里拿着红本本，致力打开最革命的口号，在我们革命人类里推有一条杰出的路线。他们做了沈阳长所做不到的事，起了这样家人所无法起到的作用啊！走，我有罪，我有罪！求求那做做好事，让我去给他批斗吧！我有罪。一手病子，你跟我一样，生性落魄，常常会笑。今朝谁让伊出来奔大佬的？几个月不见，你变得更能厉害。哎呀，我对你做苦工，我要想跟我说事。我看侬啊，管小孩为规则不够，今朝放侬出来了，我要装疯卖傻。我没疯，我又不傻。
要回到什么个怀抱里去呀？哼，侬这个国际间的什么玛利亚都不要侬啊！走！不是我无所谓，奶奶，侬想推打宝宝的侬没看见，因为你们怎么都为不得财神嘛。有个既然应该存在，我看侬还是想想侬打吧，弄得我死口。这老李啥地方来红火？这个是共产党员的事，用不着侬管。为共产党员呐，共产党早就不要侬了，唯有面孔把红火。弄得我把红火塞回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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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我把你。好，我娘小看我理解。跳动往外动，打死神女，我不能睡着，我会。我电话睡了，好，那等着看，我好了看。有点什么？有点什么？叶先生同志，世界浪向啥地方有的神母啊？是吗？世界上是没神母的，那叫我到啥地方去啊？叫我回到啥地方去呀？毁掉了，好似一个野兽病。当然，我真想跟那个老头拼了。小王，刚才我到底要你想啥个么子啊？好像是一部手指，不是，是抽刀。我不要你了，我不想月月，我从来不想你这老头那啥个么子，我怕对农村养我亏。这些年的农村，我怕对农村养我亏，我要过来。我对姐姐会不相信吗？是这样，我从前让我要过来，你不能，你不要。小王，我为年轻啊，要相信我一个党，寄希望于这样的。要坚强的往下去，到伊拉斗争啊！自信家，自信家，我们看了武器动营，为敌人坚持跟伊拉斗争，我真担心，再加看就是死因啊！侬放心，我不相信我会得死的，我也没杀人。也没放火，也没搞反革命的破坏活动，我只是坚持了一个普通共产党员应当坚持的立场观点。即使我的观点错了，那也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，哪能会得判处我死刑呢？我不相信共产党会得杀我的，何里一个做母亲的会得杀害自家的儿女呢？王卫东，侬让一让。张子欣有轻浮为妻，但我可是真的。子欣姐，我里来人了，子欣姐，请你来看侬了，这个可是夫妻话啊！子欣姐，我里来人了，子欣姐，请你来看你了。是爸爸。还是妈妈，是哥哥，还是妹妹？难道是我真正来了？丽丽，妈妈。
要想你很久，希望妈妈莫退回。妈妈已是笼中鸟，啥子都能回。求你令我们母女心，生命就算把婚地带。玲玲，侬也认为妈妈错了，妈妈有事。妈妈，叔叔阿姨都说，只要侬认了错，落了手，就可以改判从宽处理呀。女儿求求侬，可怜你爸爸和弟弟也求求侬，侬再可怜可怜我们，答应了吧？女儿，他能救我来。玲玲，侬起来，妈妈，起来。妈妈是有错，妈妈今朝应当向侬认错。妈妈，玲玲，侬还记得吗？就在妈妈逮捕之前的3个月，记得那天儿童节，你我同学一起在做游戏，不知为何起争吵，一个邻居的孩子告了你。我便问青红玉扫把，要你登门去赔礼。你深深真的可不过，要与他们去评理。我大发来定将你一打一我，你委屈可说得不低，是真相才清楚，就能明辨灵气。遇大事，妈妈要向你来。可是我为了正义啥勇气？难道因为我是长辈，就可以来世家法有权利？你受冤枉，我得教训，耿耿于怀，我送地马去。而今哥哥谁以为？那女儿离家儿子妈妈为我好，哪有埋怨在心里？望女儿更听我，绝不再让你生气。当初女儿做得对，人受责罚不是理。我要做个蛤蟆
你们不但利用一个孩子的感情来折磨一个母亲，更残忍的是用一种手段来对待一个违背神意的孩子。那有啥个卑鄙的手段，统统使出来吧！我你月薪首长为了侬，是做到了绳之以法。侬却要为国到底，造成众叛亲离、彻底孤立的局面。告诉侬，真正已经提出同侬离婚了。侬胡说！侬不是常说事实胜于雄辩吗？看，这个就是事实。离婚书上有一个亲笔签名。
写一次告别给我。侬我要写一首歌曲，写一首歌曲，写一首欣赏的歌曲。哦，在漫长的岁月里，在尖锐的斗争中，夺取当具体领导，他克制着母亲，不完美回忆，抽干泪水尽，在战友的带领下，他锻炼成长，奉行宪革命，永不忘誓言，为真理而奋斗，誓死捍卫它。今天来问罪，谁是领罪人？今天来问罪，我是无为人。当哒哒滴哒哒，哒哒哒滴哒哒，哒哒哒滴哒哒哒，滴哒哒滴哒哒。师傅，哒我让人重新再给你歌曲。我觉得这支歌写得不错嘛。在漫侬真长是的张子欣的反革命歌曲，竟然唱到我窝里来了。要是被人家听见，那会了得侬。看侬都经笑话了。我脸上到啥地方去了？叫我到啥地方去了？这个几年，侬天天跟在首长的屁股后面转，叫我搞得连自家的老婆也看不顺眼了。侬也是当多年的老同志了，讲话要注意影响，讲一定原则。注意影响，讲点原则。我问侬，你们把张子欣弄到这种地步，注意啥的影响，讲过啥的原则？张子欣的事体都过去6年了，侬还久然不休，老帮我没完，当心万大错误。侬身体不好，要注意多多保重。过去事体就不要去想伊了啊！这件事，我永远也忘不了啊！想
受之受，百百姓的心头。6年里被动官的人天气，怎么能自我过去？罗宾下了多千愁，开始当在出自我方，该读劳动空头吃中教训人生。苏先生，这样罗宾对那个司法干部实在是太少了。我这个是为老家伙来闯这个，我不是因为要搞定人哦，搞人我有啥好处呢？我晓得现在是讲居无吃香，我不会离来侬，侬放心做侬的官。今朝我要当面去见你们首长，求他为知县改人。说吧，我老实告诉侬，自从史家屯那开工，邓小平上台以后，炮弹风、飞风刮得很厉害。难道侬的雷德的路线都叫我们还要追到那工业里去吗？教育方面，为了保卫我参加的司令部，已经在张子欣当了加营报告了。还要加营？侬骗人！是真啊！该判张子欣死刑。不可能！不可能！先生啊，第一次侬要老实告诉我，该判张子欣死刑是真的吗？是真啊！就等首长批准，常委会通过了。好，我请你们首长去。什么？侬不能去！我请你们首长去。侬不能去！侬放开我！去啊！侬快！有人来了！侬快！侬找个空地，去换一套衣裳，去换一套衣裳。这个事体慢慢叫再讲啊。老苏，差不多是啊，请坐。老苏啊，张子欣的加营报告，首长在常委会上打了招呼以后，已经批下来了。首长知道，对张子欣立即进行最后的审判。好，首长讲，上面斗争很激烈，我的炮弹心一浪，陈小平出塞讨争等，未来的形势更紧张。大事障碍要趁早，杀进把你红标。对，只有这种办法来对付张子欣这种人啊。老师啊，根据张子欣这个人的特点，首长自我在那执行的辰光，要多注意点政治影响。首长完全可以放心，我照例教育在领营之前，搞不出一支火来。算起来，张子欣已经是第43个了。家伙，你们要杀张子欣？大嫂，法律是你说的，这个还能开玩笑吗？侬这种人也懂得法律是你说的。你身体不太好啊？我身体不好，我放开我！你们得被杀人犯会自杀。你脑再动起来了！哎，家父，你脑子有病啊？说吧，我有罪，你们首长统统有罪。来，我上车！来，你啊！我让
坐一坐。大爷。是。上位执行。上位执行。上位执行。张子飞，让他叫我听句吧。我不是受担。侬说了6年监牢，会坚持侬那些观点吗？我的那些观点，起之有因，立之有据，坚持不改，有利益。侬要带着花岗岩脑袋去现场，对吗？我要带着真理去见马克思。好，我认定了。我代表五彩交接法庭审审批判。上位执行1年45岁，天津市人，因以应反革命罪被判处无期徒刑。在服刑期间，仍不思悔改，抗拒改造，继续进行其以应反革命活动。也请报请长期领导批准，判处以应反革命为张子清死刑。请找到立即执行。太麻烦侬了，眼看一切侪要结束，书也用不着了。如果侬不便宜的话，就留拨侬做一个纪念吧。紫心姐，不要为我难过。可是我只有最后一个机会了，紫心姐。
从此我一家的心声立志跟您共栽桑。兄弟，不久家十团组成5年想大计8事心，曾记得大学生活也所在，与真真你的真在困境无问。同志们诚恳多把舵，大地批评生命，生命曾记得。快抓紧辰光吃脱伊吧！哎呀，侬看月亮快要下山了。此心我
没有骗子来为分。从今儿以后不能抬家戏，你懂不能把屁滚。愿他们马枪为你杀儿童。没有见此恋我爱，没有将儿女抚养人。从今儿莫曾须把脸打，初前须把杀哩，叫他们马家爷你什么痛？真是人大把分，请你告诉下真正，只信我没有将他恨，他为难的此境，我能理解。一朵小红花，我当初怎能离家此中意？我匆匆丢掉他，心爱的红记得那天玲玲来探望他，我们挖洞里为他种花，3月中年年今年。
最后也过去了，思想斗争结果哪能啊？你是神道的，侬有话现在尽可以讲。我还是那颗心，还是那颗头颅，还是那个目标，还是那个观点。好，讲得好，讲得够彻，你看我继续讲下。我要做70年代的古巴人，宁愿打着真理走向刑场，就不跪下求生。来呀，进！